视频看，拍个视频发到 YouTube 以后看。真的啊！太远了，我远才看见那个字的。那一天是谁的错？我只拍视频。发，不好就不发。啊，拍视频好了吗？这个只是视频。拍视频，真的。每次就是这样。那你是我的话，我是谁？哇！好的，我们申请给的同学都去留学了，明年我们要好好帮孔子的。读研，我要读研。我也要去读研的。你们什么时候毕业啊？哦，怎么他们都有帽子了？车来了啊！看来哦，帅哥美女来了。丽丽，我们都穿白衣服，还好你戴那个白帽子。车啊！我们是一伙的。对呀，约的嘛。约穿的。车来了啊！车来了。我要关口也。哇，这么热啊！这个就放在 YouTube 了啊！好，以后我也要去看一下。王子文，你快点，视频里你没有出现。是谁的？你还看？nó nói tôi xa là phải cần tới đó. 有车。Tao nói tao phải cầu lừa khó nữa. Anh là thường xe gì đó. Tao thường xe xe à. Chả nhớ sửa chạy tịt ta đi à. Chả nhớ sửa chạy tịt ta đi nữa là phải cần tới nữa. Tao nói cho. Nên đợi tới trưa lên đợi xong rồi cho tao chút thì lên được. Chỉ cú được con ăn nó. Chỉ có cho. Quý dừa. 我用带雨伞带，然后就没看见你了。啊！什么美？哦。你把镜头换到前面去吧，因为孔子文没有在视频里。没关系。重要的是我们三个。不是重要的，应该是你们两个吧。一个轮胎没有了。快要没有了。我有。快没有。这里面吧，我觉得里面。这边。那边太热了，这个是最后一次了啊！真的再也没有机会了啊！真的再也没有机会了。不怕，以后我们想他们，我们哭了也还有孔子文请。啊！不是变大。啊！哎呀！你说的不要。那谁很多啊？要不把这些也给我来，然后你再试试看。啊？我有几个手机啊？Tôi sao cho phóng viên phải cần đó. Phải cầu bề
不要去呢，这是医院包包啊。不要去喝了吧？就不要去。你还给多啊？你还给的多少？你还给的多少？Được thì liêu sao phải đặt tít thiện phải đại ở trên này lột phải nữa 你拍他嘛，我不要拍我。不要拍你，不要。我不是离开你，就是他要走。他哪天我再拍你？不是我。为什么？你说我要拍你，还是你先我走？为什么你在这里啊？然后就。对啊。哦。你看谁在我后面，谁就进里面了。咋他来的个招牌呢？哦。那个，上去。哎，你拍个 KTV 吧。上去。爸，不然那苗给烧不到了。我要毛包了。